伫海景大汉的画家董武义，伊自本的工课是咧做平面的设计。2000年时开始投入艺术创作，却伫2007年发现伊致癌，伊无互癌症拍败，伊颠倒改变无共款的改观人生，看到无共款的人生的风景，即马展开新的创作过程。全身调出要使用的色水，再佮透过画笔一笔一笔豆豆画出艺术作品。陈武义的创作，甲水彩掺淡彩的技术结合做伙，甲色彩中和搭起来，才发到画出亲像相片同款的效果。水彩比较难克服一些比较能达到厚实然后立体的那种质感啊。那后来我就开始慢慢研究一些把油画传统古典油画里面的淡彩，把它混合在跟水彩使用。那用这个方法能够呈现更细腻、更有意境的那种感觉。陈武义在2007年去验到鼻咽癌第3期，原本准备要展出来50件作品，因为体力负担伤重，最后敢若完成30件。不过伊并无放弃，等到是看到全新的家己。有一段时间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绘画的方式，所以我画了这些淡彩的这个系列，其实有一种在修行的方式认真做一些自己心里想要做的事，然后往后开始的作品都会一直在呈现自己内心的世界的一些想法，对生命的一些感受的一些想法。陈武义的创作除了有渔村生活的踏踏地地，也有大城市的人物故事。伊讲，因为着癌，才看到无同款的人生风景，展开新的创作路程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